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6月初3，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9篇，约伯记39章26节到40章第5节，约翰福音14章25节到2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参加分享的主题是圣神的假释。人的能力甲智慧到底有偌好？会通互人骄傲。咱对约伯记38章一直看到40章，看到上帝一直对约伯提出济的疑问，互约伯知明白，若准无有上帝，人实在是袂会做啥物。约伯记39章26节到40章第5节，咱继续看到上帝伫互这个约伯咧思考家己的问题。40章咱看到约伯伊真正的问题啦吼。圣经的记载，麻雀天时飞去南边，检是靠你的智慧；鹰鸟冲悬伫悬的所在做收，检是照你的命令。伊踮伫山岩，住伫山尖安稳的所在，对遐目睭金金想远远。四界找食物，尸体伫倒位？鹰鸟就伫遐，鹰仔囝牵伊去试费。上主阁对约伯讲：好辩的人兼通甲全能者争辩，爱指责上帝，你着因。约伯就应上主讲：我真微细，我会当应答你啥物？我用手捂我的喙，我已经讲一遍，无话通应。我已经讲超过，毋通阁讲。上帝指出，约伯只是一个好辩的人，伊竟然还阁想要甲上帝来争辩。上帝讲：你来答复吧。这个时阵，约伯才认知讲家己的无能无助，已经毋敢阁争辩啦。上帝启示互约伯认捌着家己，圣神的启示教导互咱记得上帝的能力。耶稣基督问答有言这个应允，将来要审视一个圣神保惠师。圣神的工作就是要来教导耶稣基督的军队者，启示因耶稣基督所有的教导，也明白上帝是全能的上帝。约翰福音14章25节到26节，我要甲恁做伙的时，已经有将这话甲恁讲。毋过为助者就是爸用我的名要找来圣神。伊会将一切假释代志来假释恁，嘛会互恁会记得我甲恁讲一切的话。咱的确是需要圣神的教导，互咱明白，互咱清楚，互咱更较捌上帝，更较捌家己，来学习倚靠上帝，毋是来甲上帝争辩。诗篇29篇，天界大能者的正经日着将上主应该有的荣光权能归互伊，着归互伊，着将上主的名应有的荣光归互伊，存圣洁的心敬拜上帝。上主的声伫水面底响，荣光的上帝起雷大弹，上主临在伫海洋的顶面。上主的声有大气力，上主的声威严满满，上主的声拍子北向树，上主拍碎黎巴嫩的北向树，伊互黎巴嫩着跳亲像牛仔囝，互锡文山着跳亲像野牛仔囝。上主的声互死那闪烁，上主的声互旷野摇动。上主互加底斯的旷野大震动，上主的声互鹿母着惊圣山，
互树林内的树叶落甲光光光。所有伫伊殿内的人拢喊话讲：荣光归上主！上主设宝座伫大水顶面，上主做王到永远。上主赐开力互伊的子民，上主赐平安互伊的子民。感谢主应允赏赐圣神教导阮，互阮甲阮同在，互阮会通明白主的诫命甲教导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